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由亞洲糖尿病基金會舉辦嘅賽馬會精準防控早發性糖尿病計劃嘅講座系列喎。我哋咧每個月啦都會請嚟唔同嘅專家同大家分享翻唔同健康嘅資訊噶喎。咁賽馬會精準防控早發性糖尿病計劃咧係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糖尿病及肥胖症研究所、亞洲糖尿病基金會以及聖雅各福群會合辦嘅。咁同時間咧亦都會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嘅喎。咁呢個咧計劃咧係香港首個結合咗基因嚟識別有早發性糖尿病風險高嘅人士啦，去參加呢一個為期2年嘅計劃啦。咁希望咧可以及早識別啦、預防啦同埋延緩患上糖尿病噶。咁我哋今日咧好榮幸啊，可以請到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以及咧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顧問咧去邱子玲醫生咧，同大家分享翻糖尿病嘅迷思、糖尿病嘅類型及治療方法㗎喎。咁咧，如果大家咧喺講座期間咧有啲咩問題嘅話咧，都可以我哋直播間留言啦。咁講座完咗之後咧，邱醫生咧都可以解答翻大家㗎喎。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有請邱醫生。係唔該晒 Amy，咁亦都多謝亞洲糖尿病基金會嘅邀請啦。咁就我首先我 share 咗啲 slide 先。好，咁就嗱，我今日咧就想喺嚟緊20分鐘咧，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糖尿病嘅迷思。咁就係糖尿病咧有邊一啲類型，同埋其實唔同類型佢個治療方法係點樣嘅。咁嗱，我哋其實好多時咧去睇醫生，如果有糖尿病嘅患者咧，如果醫生建議啊，你會唔會想打胰島素啊？好多時我哋都會聽到呢啲患者咧一定會問醫生，我可唔可以唔打針啊？因為咧而家我聽講咧，糖尿病都多咗好多好多嘅新藥，咁好多都係口服藥嚟嘅。咁其實我可唔可以食口服藥而唔打針咧？咁其實好多時我哋醫生去評估一個糖尿病患者咧，邊一個治療係最適合佢咧？其實我哋要睇幾樣嘢嘅。第一樣咧，其實係個患者佢本身係邊一種類型嘅糖尿病。第二樣咧就係其實個患者佢糖尿病嗰個病情，亦即係譬如佢本身已經患有糖尿病有幾耐嘅時間，同埋佢本身嘅控制係一個較為係唔理想嘅控制啊，還是一個只係較為輕微嘅唔理想嘅。咁第三樣我哋要睇咧，就係本身個患者佢有冇話已經有一啲糖尿病引起嘅併發症，譬如話有冇啲血管問題啊、心臟問題啊、中風啊，或者一啲腎病等等。咁當然亦都要睇翻個患者本身仲有冇其他嘅身體毛病，係可能特別適合或者特別唔適合某一種嘅糖尿治療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個主題咧最主要圍繞第一樣我哋要知嘅嘢。就係其實呢一個患者佢係邊一種嘅糖尿病？咁其實有一個咧可以俾大家思考下嘅問題，就係其實你哋聽過有幾多種嘅糖尿病類型咧？嚇，可能聽過一種、兩種，還是你都聽過啊？原來糖尿病可以分好多種嘅嚇。咁呢個其實喺而家嚟講係一個越嚟越難答嘅問題。咁我陣間都會講點解嘅。咁嗱，首先啦，其實糖尿病嘅分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國際嘅一啲組織咧，係會嘗試去分類糖尿病嘅。譬如我哋較常係會睇嘅、會參考嘅，包括美國糖尿病協會啦。另外就世界衛生組織都有一個佢哋對糖尿病分類嘅定義嘅。咁但係咧，其實除咗美國嘅糖尿病嘅組織或者世界衛生組織，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地方會有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嘗試分類糖尿病嘅。咁我都簡單講一講返美國糖尿病協會同埋世界衛生組織佢哋嘅分法啦，因為佢哋比較係接近啲，嚇大同小異啲，同埋係較為容易去理解嘅。咁第一咧就係美國糖尿病協會就將糖尿病咧最主要分為4個類型。第一個類型咧就係叫一型嘅糖尿病，咁我陣間都會再詳細講講嘅。咁但係一型糖尿病咧，一般嚟講就係源於自己身體嘅免疫系統失調，令到有一啲嘅抗體唔正常咁樣攻擊咗胰臟入邊有一種叫 beta 細胞，
而 beta 細胞本身咧，胰臟嘅功能就係用嚟製造釋放胰島素嘅。咁所以如果啲抗體攻擊咗啲 beta 細胞咧，就會引致嗰個胰島素係完全缺乏㗎啦。而二型糖尿病咧，其實係我哋最常見嘅糖尿病類型嚟嘅。而二型糖尿病簡單嚟講咧，就唔係源於一個免疫系統失調嘅。咁但係二型糖尿病嘅患者咧，會同時間都有 beta 細胞胰島素分泌嘅問題，但係亦都會有一啲叫胰島素嘅抗阻性嘅問題嘅。而其實所謂叫第三類咧，其實第三類簡單嚟講就叫其他嚇，其他類型，亦即係話咧，當你唔可以將佢好肯定係歸於一型、二型，或者陣間最尾仲有第四種係妊娠糖尿嘅話，咁就其實就會歸納去其他類型嘅糖尿病啦。譬如有啲乜嘢其他毛病可以引致糖尿咧？包括一啲我哋叫單基因嘅糖尿病，或者係有一啲外分泌嘅胰臟或者胰腺疾病，或者譬如有啲藥物或者化學物質而引起嘅。咁呢個陣間都會簡單講一講。第四類咧就係一個較為特定嘅，就係妊娠糖尿病啦。咁妊娠糖尿病自然就喺懷孕嘅婦女嚇，喺中期晚期發現有血糖問題啦。又或者佢喺妊娠期間咧確診咗一型、二型糖尿病嘅，咁呢一類就歸納喺妊娠糖尿病啦，即係第四類啦。咁其實咧，世界衛生組織咧都有佢對於即係糖尿病分類嘅定義嘅，咁但係其實咧佢嘅分類同頭先美國糖尿病協會係大同小異嘅，佢會分咗係一型啦、二型糖尿病啦。佢有一種叫混合型糖尿病，其實亦即係有一啲特別啲嘅一型或者特別啲嘅二型糖尿病嘅。咁佢同樣都有嗰個其他嘅特定類型。咁而最尾咧，亦都係有一個妊娠嘅糖尿病。咁所以其實佢嘅分類就同美國糖尿病協會就好相似啦。咁而至於頭先所講啦，第三類咧就係我哋講嘅其他嚇。咁其他咧其實係可以包含非常非常之多嘅毛病嘅。咁但係好多呢啲毛病咧都係較為少見，甚至有一啲其實係啲罕見病嚟嘅。咁簡單講一講啦，譬如有一啲乜嘢種類嘅其他類型嘅糖尿病咧，可以係源於一啲叫單基因遺傳嘅糖尿病。咁所以上邊左邊同上邊右邊都係一啲叫單基因缺陷嘅，即係有機會遺傳嘅糖尿病。而下邊咧，左邊呢一度咧就有啲胰臟嘅其他疾病，譬如有啲人慢性胰臟炎啊，或者曾經係手術切除咗胰臟都可以引致糖尿病啦。或者右邊一啲內分泌失調嘅毛病啦，有一啲因為源於藥物或者化學物質而引起啦。甚至有啲係更加罕見嘅毛病嘅，咁就所以其實咧歸納喺其他類型入邊咧係可以有好多好多嘅疾病，甚至係呢一度咧呢個圖表都未必可以完全盡錄嘅。咁我會簡單講一講呢幾種我哋較為會見得多啲嘅糖尿病啦。咁首先一型糖尿病啦，二型啦，二型其實係我哋最常見㗎啦。嗱，妊娠糖尿病咧，因為係比較特別啲嘅，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未必有時間特別深入去講啦。咁亦都之前我哋有一啲講座咧，都有我哋教授都分享過關於妊娠糖尿病嘅。咁另外我會講一講單基因遺傳嘅糖尿病，同埋最尾呢一啲胰臟內分泌嘅疾病嘅。嗱，首先啦，一型糖尿病咧就係源於我哋胰臟入邊個 beta 細胞受到破壞。因為 beta 細胞最主要功用咧就製造同埋釋放胰島素嘅，咁所以當佢受到破壞咧，就會引致我哋完全係缺乏製造同釋放胰島素嘅能力啦。咁右手邊個圖我哋見到呢個我哋胰臟啦，我哋胰臟入邊咧其實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細胞嘅，咁唔同類型細胞佢有唔同嘅功用嘅。咁其中一種細胞就係我哋嘅 beta 細胞，亦即係呢度淺藍色呢一啲細胞啦。
咁佢哋就係製造同釋放胰島素嘅。咁正常嘅胰臟入邊，我哋有好多淺藍色嘅 beta 細胞，但係咧喺有啲情況底下，譬如最常見免疫引起，頭先所講免疫系統失調，引致一啲抗體攻擊咗我哋胰臟嘅 beta 細胞，令佢哋壞死咗。較為罕見，而家係有一啲人形容咧，一啲非免疫引致突發性嘅 beta 細胞破壞嘅，但係呢個較為罕見，咁亦都唔係今日特別會討論嘅話題啦。咁所以最常見嘅都係免疫系統引起一啲抗體攻擊而破壞咗我哋胰臟入邊嘅 beta 細胞嘅。咁呢一類一型糖尿病咧，而係免疫引起咧，有幾個特徵嘅。第一樣咧就較常咧，其實喺兒童或者青少年時期發病嘅。但係當然啦，我哋都要小心留意，而家亦都有越嚟越多咧係一啲成人發病嘅免疫引起嘅一型糖尿病嘅。而好多咧一型糖尿病嘅患者咧，其實佢哋係正常嘅體重，甚至有時其實偏瘦嘅。佢通常係點樣發現呢？通常都發現得比較係急嘅，有好多時都係因為一個急性嘅酮酸中毒而入院。咁而如果我哋同佢之後再做一啲詳細檢驗咧，會發覺佢嘅一個姿態嘅一個指數啦，係會嘅水平係較低嘅。咁亦都間接反映佢胰臟咧係失去咗釋放胰島素嘅功能。而因為佢係免疫引起咧，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已經發現咧，有唔少嘅係可以攻擊個 beta 細胞嘅一啲抗體嚇，咁而會發現有機會有好多人咧，呢一啲抗胰島細胞嘅抗體係陽性嘅。譬如我哋最常見係一個叫做抗 GAT（anti-GAT） 嘅一個抗體，咁亦都源於咧佢係免疫系統引起啦，所以有啲患者咧可能同時間佢都患有其他都係一啲免疫系統失調嘅毛病，譬如咧我哋都常有一型糖尿病患者咧係同樣都會患有一啲免疫系統失調嘅甲狀腺毛病等等嘅。咁但係一型糖尿病咧一個治療上對患者嚟講都係好困擾咧，就係因為其實佢係源於啲抗體攻擊咗胰臟啲 beta 細胞，所以佢完全缺乏胰島素。咁所以一型糖尿病患者其實佢哋最適合嘅治療咧係注射翻胰島素嘅。咁所以某程度上佢哋係有個胰島素嘅依賴性嘅。而家我哋新即係好多而家嘅口服嘅藥物咧，其實對於一型糖尿病嘅患者咧係冇特別效果嘅嚇。咁對一型糖尿病嘅患者，佢最大嘅難度在於咧，其實佢終身要依賴胰島素，甚至有時如果真係一兩日冇注射嘅，其實身體已經可以叫出事㗎啦，即係可以急性酮酸中毒入院。咁最嚴重嘅情況咧，係甚至真係可以死亡嘅。咁嗱，二型糖尿病咧係我哋最常見嘅類型。咁就嗱，左邊講得複雜啲啦。咁但係簡單嚟講，二型糖尿病咧其實係一個非免疫系統引起，但係一個胰島素缺乏加埋胰島素抗阻兩個問題同時發生嘅。咁唔同患者咧，佢個比例可能有啲唔同，有啲患者可能係比較多胰島素缺乏，少啲胰島素抗阻，但係有啲人可能調翻轉，係胰島素抗阻係非常之嚴重，而相對冇咁明顯嘅胰島素嘅缺乏嘅。咁嗱，右邊個圖咧，其實咧係歷史上，因為二型糖尿病其實歷史都好長啦，所以好多科學家或者好多醫學嘅教授一直都做好多研究咧，就發現其實二型糖尿病嘅患者其實身體入邊咧可能存在於好多唔同嘅失衡，而引致個血糖升高嘅。咁左手邊上邊啦，首先當然啦。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有一個某程度嘅胰臟嘅胰島素嘅缺乏嘅，但係隨住時間，亦都有科學家發現，其實二型糖尿病患者咧都可能有一啲腦嘅傳遞信息嘅失衡嘅。咁右邊呢一度其實呢啲係脂肪細胞嚟嘅，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都有一啲又係脂肪分解嘅失衡嘅。
然後下邊啦，呢個係個腎啦。咁亦都近代發現，其實二型糖尿病嘅患者咧，亦都存在於個腎臟咧吸收翻過多嘅血糖問題嘅。咁另外肌肉啦，肌肉去吸收或者去分解血糖嘅能力，喺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可能有失衡啦，甚至腸道入邊嘅荷爾蒙都可能有失衡嘅情況。肝臟去調控個血糖係亦都可能有失衡。最尾啦，胰臟入邊咧，頭先講有好多好多細胞嘅，有 beta 細胞，其實有另外一啲 alpha 細胞嘅。咁 alpha 細胞釋放一啲荷爾蒙，亦都係有機會係有唔正常情況。咁所以其實隨住歷史時間咧，其實科學家、醫學專家咧已經發現，其實喺二型糖尿患者咧係可以身體有好多唔同地方嘅失衡而引致血糖升高嘅。咁頭先所講啦，二型糖尿咧，其實係最常見嘅糖尿病類型。咁如果華人嚟講咧，係佔差唔多90%嘅糖尿病患者嘅。特徵上咧，比較多人咧會有超重肥胖嘅問題，或者同時間有啲叫代謝性後群嘅特徵，譬如係中央肥胖啊。個血脂、膽固醇有失衡啊，血壓係唔理想。但係我哋要小心，因為1/3嘅患者咧，其實未必係超重肥胖，甚至係可以偏瘦嘅。咁嗱，我哋好多時會聽過喺一啲新聞啊，或者係一啲媒體上，知道咧話糖尿越嚟越多一啲嘅治療嘅，係越嚟越多唔同嘅藥物，咁好多都係口服，咁當然都有啲針劑，咁所以我哋會成日問醫生啊，可唔可以唔打胰島素咧？可唔可以食藥咧？嚇，咁所以其實歷史上研發嘅好多藥物咧，最主要都係針對翻二型糖尿嘅，咁就。誒，我未必特別去即係仔細去講唔同藥物啦。譬如一啲傳統啲嘅藥物，二甲雙胍咧，最常用嘅呢一隻叫 metformin，就係我哋平時聽嘅格福明啦。咁另外都有好多其他藥物啦，較為近代嘅，譬如一啲叫 GLP-1嘅受體激動劑，或者 SGLT2嘅抑制劑。咁其實點解研發咗咁多藥物咧？就係因為針對翻頭先所講，其實隨住歷史時間咧，我哋發現其實二型糖尿血糖高咧係可以源於好多唔同嘅失衡嘅。咁所以科學家都會一路研發藥物去針對翻唔同地方嘅失衡啦。咁嗱，當然啦，二型糖尿患者胰島素仍然都係一個可以嘅選擇嚟嘅。咁我都會想講一講咧，關於頭先一個單基因遺傳嘅糖尿病嘅。雖然佢唔係話十分之常見，但係其實喺而家呢個年代，因為我哋可以做嘅檢測越嚟越多咧，其實都會發覺可能有一啲嘅病患，我哋以前以為佢係二型糖尿，但係原來其實佢係呢個單基因嘅糖尿病嘅。咁單基因糖尿病其實意思即係個患者本身咧有個單基因嘅缺陷。而導致佢有個血糖問題。咁最常嘅遺傳方式咧，係一個叫顯性嘅遺傳。咁但係有一啲嘅糖尿病類型或者一啲少數患者咧，佢嗰個單基因咧個遺傳可能係一個隱性遺傳，甚至可以係我哋叫從頭發生。從頭發生意思即係話其實唔係遺傳於父母，而係個胎兒喺媽媽身體入邊嗰陣時咧，自己出現咗基因變異。咁嗱，右邊個圖咧就簡單講講顯性遺傳，因為最常見嘅遺傳模式咧係顯性遺傳，即係我哋英文叫 autosomal dominant。顯性遺傳意思咧，即係如果父母是但一方本身係患有單基因某一種嘅單基因糖尿病，佢哋如果生小朋友嘅話咧，下一代不論係男女，都有一半嘅機會係會遺傳嘅。OK，咁呢個就係顯性嘅遺傳啦。嗱，單基因糖尿病咧，其實發生率咧係相對低嘅。咁但係咧，我哋會發現，如果係早發性嘅糖尿病患者，亦即係話唔同地方唔同界定啦，可能後生過30至40歲啦，大概2至3%咧，其實係單基因遺傳嘅糖尿病嚟嘅。
而去到而家為止咧，其實已經有超過40個基因咧係被證實同呢個單基因糖尿病有關嘅啦。而至於佢哋嘅表徵咧，因為其實唔同基因變異而帶出嘅單基因糖尿病咧，係可以成個表徵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表徵就取決於佢係邊種類型。咁而家最準確嘅確診方法就係透過基因檢測啦。咁呢個咧係其實美國糖尿病協會嘅一個圖表，咁佢其實簡單講返咧4種我哋稍為會叫做常見多少少嘅單基因糖尿病，咁但係因為呢個美國糖尿病協會咁佢就冇即係中文版啦，咁我簡單講一講啫。嗱，4種我哋較為常見嘅單基因糖尿病就係左邊紅色框住呢4種。咁就有3種叫係同一個叫 HNF 有關嘅，有1A4A1B。另外最尾一種我哋叫 GCK。咁右邊咧，其實本身呢個圖表係想講解翻咧呢幾種單基因糖尿病佢哋有嘅特別嘅特性。咁但係我想最主要咧係想帶出咧2個信息嘅。譬如咧頭嗰2種咧，呢個 HNF 1A4A 咧，佢哋有一個特性，我紅色呢一度間咗，就係佢哋特別對於某一種糖尿藥物，我哋簡稱叫 SU 嘅藥物咧，係特別係見到效果嘅。佢特別對呢一種藥咧係反應最理想嘅。而最尾嗱，我想帶出 GCK 呢一種單基因糖尿病，佢有個特性咧，就係大部分患有 GCK 單基因糖尿病嘅人，其實唔需要接受任何糖尿病嘅治療嘅，包括藥物啊、打針嗰啲，因為咧佢哋其實個身體咧係天生運行於一個高啲嘅血糖水平，而歷史上研究上亦都發現咧，佢哋出現糖尿併發症，尤其是一啲譬如糖尿影響腎啊、神經線啊，或者係眼啊。嗰啲嘅機會其實係好罕見嘅，亦即係話佢哋身體係會自然地運行喺一個比我哋正常人高嘅血糖水平，而並不會或者極罕見係會出現我哋所謂嘅糖尿併發症。所以其實大部分患者咧係最終唔需要接受任何治療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有時如果能夠確定個糖尿患者係患有單基因糖尿病，甚至係邊一種，其實會大大影響佢哋嗰個治療嘅選擇嘅。而最尾啦，都想講一講呢一啲關於胰臟外分泌嘅疾病。胰臟外分泌意思即係話佢哋唔係淨係影響 beta 細胞嘅，其實影響可能成個胰臟，亦都胰臟入邊所有其他嘅細胞。咁一啲我哋常見少少嘅胰臟外分泌疾病咧，譬如如果有患者因為一啲毛病而切除咗胰臟啦，胰臟慢性發炎啦，或者胰臟癌嘅。咁而好多時咧，胰臟外分泌疾病嘅人咧，佢哋最佳嘅治療選擇其實係胰島素嘅。因為其實你可以想象啦，患有胰臟毛病嘅，咁即係佢嗰啲細胞都受到嚴重破壞，亦都包括 beta 細胞，所以其實佢哋都係一個相當嘅程度嘅胰島素缺乏，咁所以最佳嘅治療其實就係叫補充翻胰島素啦。咁而好多時咧，胰臟患有外分泌疾病嘅患者咧，佢哋特別唔適合，唔應該考慮或者甚至係唔可以使用某一啲藥物嘅，譬如 SU 類別嘅藥物啦、DPP4 嘅抑制劑啦、GLP1 嘅受體激動劑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可唔可以用呢個要取決於佢本身係邊種胰臟嘅疾病，同埋佢嗰個程度嘅。咁其實嗱，現實上啦，我哋平時睇醫生，咁其實醫生會評估我哋啲乜嘢係可以幫助我哋分類咧。第一樣喺評估上，個醫生可以睇翻個患者發病年齡啦，因為如果係發病年齡越後生嘅，咁我哋越要諗多少少會唔會一型糖尿嚇。年紀大啲嘅，可能都係二型糖尿比較常見。個患者嘅發病方式，佢係好突發性嘅酮酸中毒入院啦，
而大啲機會可能係一啲傾向一型嘅患者，還是咧隱匿性。隱匿性即係話其實佢發展得好慢嘅，係由佢開始發病到佢叫出事睇醫生都隔咗相當嘅時間嘅，甚至有時有啲人係做身體檢查偶然間發現嘅，咁呢啲可能係二型嘅機會高啲。佢本身個表徵啦，佢係偏瘦嘅定係超重肥胖啦？嚇，超重肥胖就較為常見係二型啦。佢有冇一啲代謝症候群，即係譬如頭先所講中央肥胖啊、血壓問題啊、血脂膽固醇問題。如果有代謝候群嘅人，較為大機會係二型糖尿。佢有冇本身其他免疫系統嘅疾病？因為頭先所講一型糖尿嘅，有啲人可能有其他免疫系統疾病嘅。家族史啦嚇，如果有個好強嘅家族史，而個家族史甚至係有一啲似係顯性遺傳嘅模式嘅，咁就要諗一啲單基因嘅遺傳嘅糖尿病啦。而喺檢查方面啊，我哋可以做一啲檢驗去幫助我哋分類糖尿病嘅，譬如可以抽一個施態嘅水平。啊，施態水平間接反映我哋嘅胰臟咧製造釋放胰島素嘅能力嘅。如果懷疑係一型糖尿嘅，我哋可以驗翻嗰個抗胰島素個細胞嘅抗體啦。頭先講單基因遺傳嘅，其實而家可以做基因檢測嘅。咁嗱，最尾兩個簡報就係咧，其實糖尿病嘅分類係咪真係我哋諗得咁簡單？係咪淨係分一型、二型、妊娠同其他？其實頭先個問題話糖尿病分幾多類型咧，其實我話呢個年代係越嚟越難答嘅，因為咧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其實佢哋會自己有一套再細分糖尿病嘅方式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嘅研究或者係一個論文發表嚟嘅。咁其實咧都有一啲地方咧會嘗試根據患者好多其他嘅細節、年紀啊、體重啊、抗體水平、血糖水平啊，或者一啲嘅誒誒間接即係反映胰島素抗阻能力或者 beta 細胞功能嘅各樣指數咧，將糖尿咧再細分一啲唔同類型嘅，譬如個患者係重度嘅免疫失調嘅糖尿病啊，定係非免疫但係重度嘅胰島素缺乏，還是非免疫但係重度胰島素抗阻嘅，或者純粹輕度肥胖引起，或者輕度嘅老年而引起嘅糖尿病。咁所以我呢個只係帶出一個例子啫，就係話其實咧糖尿病分類咧而家係可以好複雜嘅。咁最後一個圖表啦。最後圖表，我想簡單講下糖尿病嘅異質性。因為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個獨立嘅個體嚟嘅，咁所以其實有啲糖尿病患者咧，佢未必只係好肯定地只係得二型糖尿，有好多患者其實佢係同一時間，你話叫患有唔同嘅類型嘅糖尿一齊嘅嚇。其實而家咧糖尿病嘅分類，有啲人會用一個叫色彩盤咁樣去做個例子，亦即係平時我哋譬如游水彩啊、游顏料嗰啲顏色盤。呢一度譬如鮮黃色嘅點點嘅，就係一啲絕對嘅一型糖尿。呢個鮮紅色嘅點點就係絕對嘅單基因遺傳嘅糖尿。而中間咧，好明顯鮮藍色或者鮮綠色、鮮紫色咧，呢啲就係好絕對嘅二型糖尿。但係其實咧，我哋而家更加多嘅患者咧，其實係唔同嘅顏色溝埋一齊嘅，亦即係譬如一型糖尿病嘅患者，亦都可以有一啲同時存在一啲二型糖尿嘅問題，或者調翻轉二型糖尿嘅患者。佢都可以之後有胰臟毛病，而係即係切除胰臟等等。咁所以其實每一個患者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咁冇人係即係可能好唔係咁多人睇咗絕對一型嘅、絕對二型嘅。其實好多人咧係一個混合嘅嚇，唔同嘅血糖
嘅成因混合埋一齊。咁所以其實喺每個患者嘅治療，我哋成日都好重視咧，係講針對翻個別患者，即係唔係話所有人都係同一個醫法，嚇，所有人都係一定同一個治療，而係每一個獨立嘅人都有佢自己獨特嘅治療方式嘅。咁所以我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一度，咁多謝大家即係觀眾聽眾嘅參與，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問任何你哋諗到嘅問題嘅。好多謝邱醫生嘅講解啦，咁都深入淺出去俾我哋認識到有唔同類型嘅糖尿病嘅類型啦，咁同埋佢可能中間都好複雜，有唔同複雜性啦，咁同埋佢哋究竟有啲咩藥物可能針對性某一啲嘅糖尿病嘅類型會更加適合咧？咁都好多謝邱醫生講解翻嘅。咁我哋都收到一啲現場嘅觀眾嘅問題啦，咁其中有一位參加者咧，佢就話我點樣知道我係咪一啲特別類型嘅糖尿病？咁咧基因測試咧喺邊度會有得做嘅喎？係，咁就多謝嘅問題啦。咁嗱，首先咧就係頭先都有講解過，譬如我哋有時醫生去睇一個患者，佢有機會係邊種嘅糖尿病類型咧，就可以透過一啲嘅評估，即係譬如佢個發病年紀啊，佢個特徵係肥胖定瘦削啊，佢家族史啊，有冇其他嘅病可能係特別係似一型或者似二型。咁另外都有頭先右手邊嘅一啲檢測方法，譬如一啲驗血睇個屍體水平啊，驗抗體、驗基因等等。咁就所以醫生會根據翻佢一啲特徵去選擇翻佢認為適合要再更進一步做嘅嘅檢查咯。咁嗱，基因檢測咧，其實而家不論係公營同埋私營咧，都係有即係相關嘅服務㗎啦。咁但係公營方面咧，因為而家係唔係太多醫院係已經可以發展到基因檢測嘅服務，咁所以都要問翻你本身嘅醫生係，如果個基因檢測嘅喺公營醫院而家有冇得做，或者係私營方面係可以透過乜嘢轉介去做到咯。咁但係而家私營方面都好多一啲嘅一啲實驗嘅地方啦嚇，或者係一啲中心，其實都可以安排到做基因檢測㗎啦。多謝邱醫生。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位參加者咧就問啦，我係前期糖尿病啦，咁醫生都有建議我食藥嘅，其實係咪前期係咪可以唔使食藥咧？係，咁就嗱，前期糖尿病咧，通常我哋較常講前期，通常都講緊二型糖尿嘅，因為嗱最主要今日都係講糖尿嘅分類啦。咁一型糖尿嘅人通常嚟得好急嘅，就好少會捉到嗰個叫前期嘅時候嘅。咁所以即係我假設前期糖尿病，大家都係講緊即係二型較為多啲啦。咁嗱，通常醫生建唔建議一個患者即係有前期糖尿病用藥咧？其實睇好多嘅因素嘅嚇，包括其實個患者年紀嚇，越後生咧，其實越期望佢趁早控制，咁就盡量減低佢之後嘅糖尿惡化嘅機會。係因為你後生嘅，你仲有好長嘅時間嘅，即係以我哋而家平均壽命嚟講，咁亦都睇翻個患者本身佢多唔多其他毛病啦，佢選擇俾佢嘅藥物多唔多副作用啦，嚇等等嘅，咁所以其實即係通常如果醫生有個建議嘅話，咁佢一定係基於即係一啲因素，譬如你好後生嘅，好值得提早好好控制嘅，又本身唔係好多其他病痛或者選擇嘅治療俾你，可能都係較為少副作用，咁就可能值得即係早期就控制好咯嚇。好多謝邱醫生嘅講解啊，咁亦都好多謝咁多參加者嘅踴躍嘅參與啦。咁如果咧大家都真係咧有復康嘅藥物啦，咁都記得可以同翻醫生去商討翻，即係一個合適嘅方案啦。咁揾到一個合適嘅治療計劃啦。咁同埋都可以希望透過健康嘅生活方式，咁配合藥物，咁啊了解自己嘅糖尿病類型，然後有更有效咁樣控制翻大家嘅糖尿病嘅喎。咁咧，我都今日嘅講座嘅時間咧去到呢度啦。咁我都趁呢個時間咧，可以賣一賣廣告，我哋下個月啊有一個講座嘅情況嘅喎。咁咧，我哋下個月咧10月24號咧，其實我哋請嚟咗榮用國教授啊，同大家分享翻
當情緒遇上糖尿病嘅喎。咁如果咧大家咧有興趣參與嘅話咧，都可以記得呢個時間參與翻嘅。咁咧，同埋咧，如果咧大家想咧第一個時間啊收到我哋嘅資訊嘅話咧，都可以訂閱翻我哋嘅 Facebook 啦，同埋 IG。咁啊，同埋咧都可以分享翻俾大家嘅屋企人。如果咧大家咧都有興趣啦，參加我哋呢個嘅賽馬會精準防學計劃嘅話咧，咁咧大家都只要合乎資格就可以參加噶啦。咁啊，只要咧年齡係18至44歲啦，本身冇糖尿病，但係咧有至少一個糖尿病嘅風險因素啦，例如肥胖啦、糖尿病家族史啦，或者三高等等咧，就可以參加嘅喎。咁嚟緊10月咧，我哋都會喺唔同社區嘅嗰個地方咧去做一個外展活動咧，咁去參加翻嘅。大家有興趣嘅話，咁我哋咧喺嗰個場地裏邊啊，我哋都會同大家度翻身高體重啦、血壓啦、篤手指睇血糖啦，咁同埋都會收集翻口水樣本咧去做基因測試嘅。咁如果合資格嘅話，你更可以參加一個為期2年嘅計劃。咁詳情咧，大家都可以參考翻我哋嗰個計劃嘅網址啦。咁如果有興趣報名嘅話咧，都可以我哋個 QR code 度報名嘅。咁今日咧時間咧就去到嚟呢度啦。咁我哋再次咧多謝邱醫生嘅講解，亦都多謝咁多位現場觀眾係咁踴躍嘅參與喎。咁我哋今日時間嚟呢度噶啦，我哋下個月再見，拜拜，拜拜。